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定来讲，身体若要健康食饱字，就要注重卫生问题，千万唔通太过乱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罗第5条。古早大语字典解说讲，这个罗的意思就是毒药、毒酒，嘛有歹、无好，也有痛痛、消散的意思。咱讲罗病、罗伤，啊若气病，咱讲是气罗；无卫生，咱讲是太过乱如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气罗，这个意思就是气结核，嘛有人读做气结核，就是一款的气病，嘛有人讲是罗病、罗热、罗燥、罗伤、罗损、罗症。第二个词读做太过乱如，代表讲足垃圾。咱下讲嘛有观众朋友讲足惊人、足太过，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迄个人规身躯太过乱如，走入去到人的店里唔走，伊甲佫讲伊胃道气罗，无人敢活过。上尾点头无拨，就要报警察来处理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罗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